观众朋友，今日歌好冇？係阿明哥劉浩明，朋友收看福起來。觀眾朋友，唔知講我好食豆奶冇？冇好食豆腐冇？因為一幾年我哋健康嘅風潮去推動一下，大家人都開始可以食豆奶咧。今日我哋有請到來賓咯，喺呢度豆腐嗰個種子中心上，伊其實係做餐飲業嘅，但是做到一天嘅年紀嘅時間，伊會發現講，伊要以苗栗去學做豆腐，最尾苗栗學法做豆腐，伊就去推動去種黃豆，最尾去推動可以一家黃豆嘅伊哋做豆腐嘅地方，伊希望講推動我哋喺台灣嘅黃豆做成豆腐館，大家人品上。啊，而家仲有發生乜事情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黃豆工人嚟現場。黃豆工人好。大家好，我係張志忠，來自屏東內埔，而家在台東做豆腐。我從我哋開始小介時候都提講，你以前其實係做餐飲業嘅嘛，嗬。係。你而家做餐飲業係做乜嘅呀？餐飲管理啊。餐飲。咁其實係乜嘅？係做中餐、西餐，還是講乜嘅？西餐，泰國菜都有。泰國菜都有。咁其實前我想講，你做到一啲中介嘅一啲主管嘅時間，我突然去變下來去學豆腐咯。我有安排成人去做豆腐咯。我數學不好啦，所以後來主管做到40多歲的工作都是在電腦前面看數字，對，那就覺得生活剩下數字而已，對，然後所以想要做一些簡單，然後回到做餐飲一開始有熱情的事情。對呀。生發底部讓存舒適，它是吧？有另外的舒適啊，你要薪水啊，但是馬上變化的東西，唔單止變化這個工作嘛，變把這個薪水變化呢。你其實轉去做豆腐，你還要陸卡尼有支持哈？陸卡尼哦，有呢，有啊。可是個現實呢，馬上冇給薪水啊，而且馬上要做豆腐的話，你做豆腐做到以後嘛，應該冇以前的薪水咁高吧？路卡豆腐店是表姐開的，路卡模擬，所以回家幫忙這樣子。哦，可是其實你貴天數去做豆腐，啊，其實就我想到去苗栗學做豆腐咯。媽媽表姐在苗栗公館種紅棗，表姐剛好開了一個豆腐店，對，其實我那個時候是從大陸工作。辭掉大陸工作回台灣，就找工作不好找，因為找到的工作又都想把我派回大陸去，對，所以其實我在找了一個不太想做，但是不得不去的工作之前，去苗栗看媽媽，然後後來就看到表姐的豆腐店，那就看到做豆腐這件事情，那它跟那個西餐起司的做法幾乎一模一樣，就是材料不同而已。後來我就忽然就覺得，我要來學豆腐，我不要去大陸工作了，就這樣機緣。對你講，其實你嗰時覺得講餐飲的工作其實係在台陸的啦，好，台陸工作一段時間歸了台灣的時間嘛，去讀好有一啲經驗，去看媽媽，看到自家嘅姐姐佢開一啲表姐佢開一啲豆腐店，你因為講佢開豆腐店嗰件事情，佢合名意。係咪？佢合人意咯？你想到跟係咪來學一下做豆腐？可是問題係，這個學豆腐一件事情，有想到講係一般賣豆腐一件事情，屬於冇按問題呢？沒有想那麼多呢。那個時候就因為做豆腐的時候，馬上就接觸到了台灣黃豆的事情。所以就覺得我應該把台灣黃豆的味道介紹給大家一部分係真係攞唔到啲，你講一般，即係講台灣嘅黃豆係講，點解同人哋台灣，人哋而家一般是咧喺台灣黃豆啊，還是講外國進口黃豆咯？一般來講，人哋一般來講進口嘅，進口嘅。台灣的黃豆在1960年代，因為從美國進口以後，就急速產量下滑，那1970年代幾乎就沒有人種了，所以我們其實可能這40-50年來，大部分吃的都是進口。大部分吃的係外國的黃豆啦，因為可能外國的黃豆其實夠便宜。夠便宜。因為台東進口以後，伊哋即個人工夠便宜嘛，台東係種植
进来以后，大部分如一般来讲，我哋市面上看到如係睇人哋講進口黃豆，咁你講啊台灣嘅黃豆，而家嘅味道還是同開行嚟都冇同樣咯。味道同外國有同外國的黃豆有差別。味道冇同樣，外形的話哈，其實台灣豆其實都有很明顯的那個豆萁。就是黑黑那個點，給五色嘅點。外國豆的話，多半是白萁的比較多。咁味道呢？味道差點嚟。一般來講，我哋大部分看到大部分都可能我哋應該講，我哋生活過一來嘅嗰種黃豆已經食習慣嘅啦。咁唔係講台灣嘅黃豆，其實味道上面，唔知講你味點呢？台灣的品種很多，然後有的會有牛奶味，還有芋頭味的。然後但是多半無論如何，台灣的豆的甜度會比國外的來得高。咁你話係咪因為講啊？台灣之間嘅黃豆嗰冇種味咯？嗰種我講變成講，我哋要買得的國家，買國家，而且便宜。那加上太久沒種了，現在要種的話，那個農機設備的取得不容易。不像種水稻幾乎我們在池上有個笑話，就是你只要會打電話就可以種水稻了，就是從打田到收成都有代工代耕的，可是黃豆沒有，就是最近我們政府是2012年才開始重新鼓勵大家種黃豆，所以現在農機上面還不是很齊備。剛才你講好了嘛，幾奇怪，唔知個學做豆腐都算咧，嚇，學做豆腐做個如意賣豆腐啊，怎麼要上去種黃豆呢？你這個當作學做豆腐的時間會順勢沒？這主要還是剛剛講到這個味道的問題。我第一次吃到台灣黃豆做出來的豆腐和豆漿的時候，我就很驚豔。因為那個味道真的是以前沒有嘗過，就是進口黃豆沒有這麼甜、這麼香、這麼豐富的口感，所以我就決心要用這個台灣豆來做豆腐。可是過了一季，都過了1年，就發現，原來農夫給你的豆子，它每一季味道會不一樣哦。那即使是同一個農夫、同一個產地，都有可能不一樣。然後，可是你去問農夫那個味道為什麼不一樣？那個是在整他，農夫會不想跟你講話。我就明明越種越漂亮啊，那我找不到那個原因，那所以我就想說我自己到田裡做做看。那其實我本來只是想實驗看看能不能了解那個原因，後來就沒辦法就陷下去了。可是變成本來學豆腐的啦，變成見到這個阿姨種黃豆，因為一間我講對你來講，唔單止其實做豆腐，其實對你來講嘛係一個新的事情哦。最尾佢是哪一種黃豆？這黃豆其實係完完全全這個冇接觸過種東西嘅一件事情，因為都係用嚟種，我標一道水，椰皮了嘛，應該完全唔掂嘛。而且其實像同講嘅呀，其實台灣種湯呢40年，其實可能會種嘅人都怕冇機嘅吧。其實是哪要千萬人學咯，唔像豆腐講，唔係有師傅可以學啊，按種黃豆能樣學咯。這個我池上的經驗很有趣啊，真的年輕親手種過的老人家，真的就已經90歲了，大概80-90歲。所以你如果遇到70歲的農夫話，那算青農，他看過爸爸種而已。對，那所以，但是就是在池上，就是問這些人怎麼種。那他們其實也頭1-2年，他們也會幫忙種啊，對。可是畢竟年紀都大啊，然後我又要求要用友善的農法，對。後來種1-2年，他們說你自己種，我田給你。對，但是從他們那邊學到很多種黃豆，就古時候種黃豆的技巧。你嗰時就差唔多一開始愛去推動去種黃豆嘅時間，差唔多一開始種一台面嘅吧，一分咩？幾分咧？一開始才種3分。3分啦嘛，其實冇少呢。冇少。你做農事嘛？冇真係我做事呢。對。咁幾間咯？幾間6甲。
6甲，有6甲安多啊，那变成讲你这个等于都要抢人来向下囤种，但是你搞营养的种出来。现在大部分自己种，自己来安排啦，应该说安排农事啦，除草啊，或者是收割要请人来帮忙。对，那大致上其实大概什么时节该做什么都已经熟了。所以我们对3分人多给他6甲，差不多花多少时间啊？4年，4年都对3分人，一直都6甲。哎呀，中间都有多多么个困难？困难，今年最严重啊！今年是那个山羌啊，山羌春天一种就吃了2甲，3甲地里被吃了2甲半，对，跟苗係咪？苗，龟是生的，然后剩下的半甲要收成的时候，遇到5月那次大梅雨，它全部都在那个豆荚里发芽了。所以今年的春季没有收成。可是变成讲，等于如果你这个其实种都应该尤其是用讲友善农法来种的呀哈。其实你看这个我哋咧讲野生的土嘛个地色的，伊地个也要抹杀农药的用，也一天合适的用，而且是每回时间，一路开始适合安度干，最慢开始存了下落的时间，我开始结籽打果的时间，结果又太热。真是没办法哈！其实做农事啊，件事情，尤其是用我哋希望用天然、可以自然的方法的时间，都一定会做到安尼事情。咁像安尼法，等于讲今年都冇豆腐好做，係咪？因為就跟別人買咯。嗰時譬如除咗以外，而家喺台東地區，嘛有人開始在種台灣的黃豆嘅。花蓮比較多人種。咁你即個地講，我哋咧台灣的黃豆同一般的，譬如講一般我哋種黃豆嘅話，其實最大的差別，喺種嘅時間最大的差別喺哪？國外好像因為黃豆是溫帶的作物，他們一年只種一季。那像我在池上有一個也是70多歲的老婆婆，她從山西來的。她跟我說，他們在山西也是一年種一次而已。可是他們一次的結莢大概是100多莢，那台灣種2次哈，台灣一次大概30-40莢啦。所以台灣即使因為我們是春作秋作嘛，我們2作加起來可能也才70-80莢，他們一季就贏過我們了。對，所以說，台灣因為日照跟溫度的關係，黃豆長太快，所以結莢快。所以說種法不一樣，就是我們要種2季。然後溫帶地方種1季就好了。因為中原開始學做豆腐，結果最慢就係種黃豆嘅。就是下我哋下我哋攞實看看啦，台灣的黃豆做出來豆腐同豆呢係乜味道？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豆腐哥朱宗國，伊同我哋講，營養嘅對開始學做豆腐變成開始一種黃豆嘅，但是伊同我講嘅台灣嘅黃豆也香味，同樣味道同外國人哋進口一般式嘅黃豆完全冇一樣，我哋更加馬上來試講看啦。一路你今日帶來啲豆呢嘛吼，嗰時也係算有豆嘅係咪？有豆嘅豆呢，嗰時話有啲係我哋一般嘅豆呢。真是冇共用的，因為吼，其實我平常每日如果食豆呢，因為對牛呢冇辦法，我哋有乳糖不耐症，嗰種我哋對我哋來講，每日係食豆呢，但是也豆呢本帶嘅嗰種豆嘅味，其實唔係講咁明顯，但是也係一種幾溫和嘅一種豆嘅味，像有啲嘅豆嘅味，有我講到幾粗嘅味道，但是唔係，但是像頭先我哋豆腐我講嘅，有一種幾甜嘅味道，佢也係佢一種我哋講嘅。台灣黃豆的特色係咪？對，台灣的黃豆哈，本身就會已經一般就是一般的微甜的味道了。對，講煮的時間係用什麼方法去煮呢？因為都是這個味道底部，伊好像有一種能講炭火味啊，炭火味。係，你當初係用嚟煮嘢嘅豆呢種？
我都是用直火煮，对，一般市面上都是蒸汽啊，那我还蛮坚持用直火啊，主要是蒸汽的话，它在锅炉里面其实无法凸显这个豆子的不同味道的特色，所以说其实不管你进口豆或台湾豆，有可能经过蒸汽出来味道都一样。对，那直火煮的话，它当然是比较需要去控制火候，然后煮的人他也不能有什么 SOP， 就完全是靠味觉，然后知道你煮好了没有。你讲吃火的意思就讲啊，吃起都用火炉来煮。用火炉啊。可是变成讲二天有人提菇呢，因为用蒸汽蒸出来，其实唔会，人讲唔会出火啦。但是用对，人讲去吃起来去煮的，都可能一下冇注意到出火来，冇都但系我廿蚊提嘅，变成讲唔平常如果提去搅啊。其实还好，是现在有那个自动搅拌的，对，但是还是要顾，因为它可能那个泡泡会跑出来。对，真的鬼凶，而且也会这种米头真的鬼顺火，唔好讲有啲米头真的，譬如讲人家鬼油行伊啲鬼内位抬头，鬼内位我哋讲鬼内位头嫩啦吼，但是如果有这种沙沙粒粒的嗰種米頭，可能而家希望講嗰種滾內會感覺穩定，但是變成佢有啲人都感覺到嗰種米頭講會香，有嗰種黃頭香，但是人家頭呢有嗰種牛頭，但是冇嗰種嘅香香的米頭。對它台灣豆的豆香不如我們習慣進口豆的那麼明顯。那像這款黑豆的話，我個人覺得它是有一點點核桃味，就是有一種會貼喺嗰種係堅果味，堅果味，對，這是它的特色。嗰個也係台灣咧黃豆味嘅特色所嘅。所以我哋今日現場嘛看到3種無同嘅豆腐，也係豆腐還是我哋咧講豆腐葉啊？這是豆乾。我有3種無同嘅特色咯，看到嗰陣時候。白色的話是黃豆做的啊，它是黑黃豆。啊，黑色就是你剛剛喝那個豆漿哦，五條的。啊，黃色的呢？我有摻了薑黃。哦，加薑黃的黃豆。對，我們花東的特產。如果一堆的什麼的觀眾朋友看哈，其實我最好吃的滷黑真的是頭南屯豆腐啦哈。可是我喺一塊地方嘅一啲專家，其他我唔敢講，但是豆腐屯頭南係我嘅專家。可是好唔好我絕對吃得出來。好吃，没哈，这个有牛奶的味道。而且我想讲咯，你要我哋講鹽滷係用乜種咯？因為有一些鹹鹹的味道。啊，對，那是鹽滷。對，鹽滷就是簡單來講，它就是慢慢的講，慢慢的曬過鹽巴的海水。鹽巴已經蒸發掉了嘛，那就剩下海水礦物質。應該講，這種東西其實會麻煩去拿啦。那一般的這種用下去，如果你做嘛用下嚟鹽滷來做下那種。做嘛嘅，因為鹽滷哈，一來它比較環保了。一般市面上用石膏嘛。那石膏的話，它有個問題是，它採礦以後要加熱到2200度。能夠吞砂膏。對，然後去讓它變成食用石膏。然後一來你要去挖礦，二來要有很高的能量去製作它。那鹽滷的話，其實我們台灣有人在曬鹽啊，它曬完鹽剩下這個鹽滷就可以拿來做豆腐。那這個是以環保的觀念去看啦，可是第二個其實最重要的還是鹽滷，就一點點的那個鹹味會帶出甘甜的味道來，鹹帶甘嘛，所以用鹽滷做，除了兼顧環保以外，它可以讓豆腐的風味更好。這豆腐是後來我們除了有這種豆腐的這種應該講黃豆的香味以外，從頭到尾的豆腐過講佢一些些的鹹，我比用這種黃豆的這種甜味，好明顯。其實頭到黃豆我講到一件事情，我講其實用鹽滷，鹽滷係用來對我哋的海水吃起來蒸發得到嘅鹽滷。一個講我哋海水底部嘅礦物質啊，其實問題底部，也係用一般我哋用嗰種吞砂膏來講嘅話，佢冇到其他化學品來講嘅話，係冇辦法去代替嘅啦嗬。佢天然我哋食頭到講我哋用無頭去做豆腐，我頭覺得係臭豆腐嘅。
不一样哈。这是完全无共样的哈，也有体的上面是在过重，但是又跟我讲了，又唔会讲过粗，因为有的有体的米头吼过粗，还有讲你喺讲贴粗长米啦，有一种豆腥味，人哋讲粗长米，但是又冇有嗰種長米，但是都佢感覺到有體會本帶嘅以後嘅特色，同人哋咧拍攝都冇同樣。咁當初我想到講，我做一啲有體會嘅豆腐呢？就想如果因為我在做台灣黃豆的時候，我發現，因為台灣黃豆目前我自己去研究啊，至少歷史上有文獻上有40個以上的品種，所以我每次看到一個品種，我就會想來試試看。好，那其實有些品種覺得味道不錯，可是市面上沒有人種。好，那我現在用的就是我吃到覺得味道不錯，然後又容易取得的。好，那我是希望大家吃到這個味道以後，他會想在市面上找這個豆子。那有這個供需的需求以後，農夫就去種它了。也要種的如果留下來，對，係也要種的方法慢慢留下來。對，都等於講，嗰種也要產品成功以後，一聽到後尾用喺種嘅黃豆然後用喺種也要黃豆嘅嗰種一內啲嘅東西，啊，你講產銷，對，尤其係生產一部分嘅技術，對，也要農民。好，同一塊地呢，全部都會留下來。如果移民講，看到移民人哋有啲幾好產品嚟啊，佢其實黃嘅又好，一般來講，我能看到啲豆腐講就用講你講，用機器做嘅嗰種東西啦，但是你係用薑黃，我想用薑黃咯。薑黃哈，是我到台東的經驗，因為一開始我去台東要找地，從花蓮開始要找地種的時候。農夫都會跟我講說，那塊地的薑黃你先處理掉。那其實在大概就是6年前的時候，花東有薑黃過剩的事件啊，所以我就想說，那就幫你們想辦法去銷這個薑黃了，所以才有這個 idea。也係我講了。豆腐做好嘅薑黃，我分能提標下一下，還是講用薑黃去從哪裡做呀？豆漿先煮好，然後要稍微降溫一下，就是薑黃哈，它在溫度70度以上的話，它的功效可能會降低，所以說我們在下薑黃的時間會在溫度接近要做鹽滷的時候，那時候趕快放進去，好，那讓它有點顏色就好了，然後味道可以保存下來。佢等於都講，唔即個唔單止係用葉嘅色，其實還是有注意到葉嘅功能，葉嘅功效要被保留下來。而邊頭都冇講過，其實有啲人可能種好，我都直接色就標下有好呀，都有色都好啦。但是你還會想到講，擺標個量些地上75度，好，而邊薑黃即個薑黃素，那冇被破壞係嘅時間。等於講，唔單止有色神，有葉嘅功能。像頭一開始講，我哋而家都係唔豆腐過，也意思都係講，你係咪有幾多人去問講用嚟做豆腐，用嚟做黃豆啊？會蠻多的，就是如果是以比較新創的想要做豆腐的業者啊，他們有很多人看到，我用台灣黃豆做豆腐以後，有興趣來學，所以再不然就是農夫，他可能想要轉做黃豆，那知道我在用黃豆做豆腐，現在都會來問我，怎麼樣來合作啊，或者是怎麼樣教他們？跟什麼搞一模？商業機密嗎？我沒有我其實我完全沒有保留，對，因為我在做這幾件事情的時候，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管道讓國人了解台灣黃豆的存在，那更進一步的是分享台灣黃豆的味道。所以我從一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就體認到我一個人做不來，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一起做的話，我都非常歡迎。嗰個就變成講，而家已經有辦協可以上牙口，嗰種對，係咪對中台灣嘅黃豆，甚至講做豆腐一件事情，有興趣嘅人都可以潛學。你這個某位模式是咩擺嘅東西全部搞掂。對，但是主要是一定要我有時間的時候。當然係啊。一開始係對伊的豆腐同伊的黃豆之間嘅伊的興趣，慢慢的伊種出嘅成績以後，嘛希望把伊成績同他人一塊來分享。有時下我等下我哋買嗰度過前晒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哋嘅吃食，我哋嘅豆腐果做嘅黃豆，食材又好食，而係用我哋嘅台灣黃豆做嘅豆腐，而真係有無窮嘅味道。我想請問一下吼，一般我哋從頭會去剁黃豆嘛吼，剁黃豆用通咯，用通到係啲好黃豆。好，以前最早的方法還是收起來後直接打嘛，啊，對，但是現在不用了，現在是有採收機，然後採收機直接會在機器裡就脫殼，但是脫殼完以後要選豆，這是比較辛苦的地方，那因為大概3年前，台灣的小農啊，他們自己是沒有機台來做挑選的，那個過程，那都要委託合作社啊，或比較大的工廠來幫忙做。好，後來農改場它在2年前有設計了，就是比較經濟型的機台哈，所以小農如果你的地在3甲之內的話，那個機台是足以來挑選自己的黃豆。可是不管是小農的機台，或者是這個農業合作社的機台，在選色這方面還是不足的，所以目前挑黃豆的話，就是顏色這一塊還沒有辦法突破啊，就是會有雜色在裡面。對，那如果說一般我們跟小農買黃豆，發現它都很漂亮，對不對？最後一道程序都是靠自己的眼睛的，所以在那邊挑。用人工這個去淘的啦。對，因為其實我發現到講，豆腐果唔單止係做豆腐，其實唔該做從嘛個關係人哋採啲嘅農業，採啲嘅西農。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下，馬講到友善的農業嘛？友善哈，其實大家很容易混淆，到底有機友善到底差在哪裡？那簡單來講，其實在國外有機 organic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的概念，那當然就是永續，然後要保護土地這樣子。那在台灣的話，我們有機農法，政府有有機農法的認證的一個制度在，那基本上就是你不能用任何化學合成的農藥或者肥料來耕作。那友善農法的話，就有很多門派了哈，那多半友善農法一樣，它跟有機一樣，他們不用化學的東西哈。可是有的有機農法，有的友善農法是更自然，有點像宗教一樣啊。那當然，無論如何，友善農法就還是除了我們不污染土地以外，希望更進一步的能夠跟這個土地能夠有很良好的互動，所以可以永續的生產作物啊。那就以我來講，假設就以我的經驗來講，就是山羌來吃了，對不對？那人家說，那你就圍電網嘛。啊，那可是我的想法就是，這麼好的一塊地方，我忽然圍網子了，那山羌就進不來了，對不對？那人家說，可是你說要共生，那山羌生了，你作物都沒有的，不就不共生嗎？對，那可是，我們在種植的時候，還是盡量不希望去干擾到那個自然的環境，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那下次我耕作的時候，我就找我的朋友啊，有的喜歡露營的或什麼的，在前3個禮拜就住在那邊，在搭帳篷露營啊。那有人氣的時候，山羌就比較不會過來。那等那個豆苗老了以後啊，然後山羌就不太吃了。對，那我能想到的就是這樣子去跟環境共生。嗰種唔單止係有機冇得友善啊，其實最希望嗰個可以用唔好用像我哋以前遇到我哋嘅產量，我哋用嗰蟲嘅皮料，無論我哋用化學嘅皮料去焗出嘅產量出來。但是唔管只係有機還是友善，就希望講可以對我哋嘅環境最好嘅方法去可以種植，就從我哋豆腐果講嘅。我唔錯啊，我有可能我有山羌我來生下啲東西，無論我有其他東西，譬如講我哋糖果吧，有個攞出我來食的。但是你講呢，有啲人留一塊地呢，你本嘅攞出嚟食啦，因為講我哋囤攞出嚟啦，幾多東西本來都強下睇要不天來吼。但是我哋呢豆腐果又講，下一班我哋開始種養苗時節，我哋一開始前面我哋都請我哋啲朋友啊，睇個錄樣，因為我哋嗰度通過批動人的米頭一路冇下來。
要用一种样的去夹摆的夹开，係用一种最天然的方法，將伊學海拔冇再來食嘢嘅東西。可是從我哋來講嘅話，其實我哋今日講，我哋幾多嘅人強人係幾多嘅地方嚟嘅種小農，因為講我哋一般的消費者怎樣去支持嘅小農？其實小農最希望的就還是，當然就是它有市場嘛，哈。那我們常常會講一個，都是直接跟農夫買啦，哈。那其實以我來講，我也是小產量的工作者，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比方說有這些行銷公司啊，或什麼的說，我來幫你賣，哈。可是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產量，啊，那我們的管道有限，那所以我覺得消費者要怎麼樣知道你買的東西到底好不好？那除了上網買是很方便啦，可是我覺得你直接跟小農接觸，直接跟他訂，然後中間省掉很多行銷上面的費用，那這樣子小農他才可以比較實質的得到經濟上的援助，然後他也可以很直接的把他的那個作物呈現給大家。這個互動很直接哈，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消費方式太流於就是我只是付錢，可是我不知道我錢到最後到哪裡去了。那如果有這種互動的話，小農他們種的會更起勁，更有成就感。那消費者們也可以更直接的得到產地來的作物，這樣，然後不需要經過中間的轉運啊，或者是倉儲的堆積啊，那樣其實更有時效性的新鮮。都等於講，我哋更加我哋幾習慣嘅一種商業嘅行為地步哦，其實包含了鐵道嘅運送啦、廣告啦嗰啲費用。但是其實對我哋小農來講法，伊其實可能第三年冇按過，可以多可以全台灣省可以去鋪貨。聽講，伊冇按到嘅錢去做廣告，變成講，嗰種我哋可以擺嘅東西上下來。我哋小農有種一度，你買一度，我哋去買一度，安尼吧。最重要嚟講，其實我哋小農嘛，希望他人嘅鼓勵。對。好，你對我哋小農買嘅東西，嗰種有乜嘅，嗰個今日種嘅米幾好食，今日種跳幾好食，你都出咗一啲鼓勵。好，你今日種嘅東西幾好喎，對小農來講法，也係以最出色嘅一種鼓勵啦。好，一方面嘛，提講今日可能有新嘅一啲種法，我哋消費者感覺到也要結果幾好，因為我哋講，像即個嘛同我哋幾多小農來合作啦，人家希望講，嗰種講我哋政府可以都改善的話，那一部分其實要替的改善的咯。其實我想最主要的小農最缺乏還是人力啦，所以怎麼樣能夠有這個農業上的勞工的這個建立的制度的話，哈。對小農其實是最直接、最實質的幫助。因為我在農村裡生活也8年了，我看到的是大家為了行銷上面的政策疲於奔命啊，擺市集啊，那有大老遠開車從花東跑到台北，那隔天又趕快回來，打田啊，或者是除草，就其實身體上都很負擔。那或者是假設跟行銷公司合作啊，你會一直想這個要怎麼設計，那要怎麼設計，農夫哪有辦法去應付這些事情，然後回頭來田裡還是沒有人幫忙，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健全的農工制度，應該是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幫忙建立的。對，因為我哋政府嘛，可以建議我哋人強人可以歸去我哋的故鄉，歸去我哋鄉村去做我哋的事情。嗰種對嗰條想愛歸去做些或做農事嘛好，無你歸去我哋故鄉，歸去返鄉的嗰種人強人來講法，有乜嘅建議？好，返鄉之前一定要三思啊，因為在現實的社會氛圍裡，好像返鄉做農變成一個很浪漫的選項。可是其實農地就像我講的，你如果下來做田的時候，就是幾乎是靠你自己一個人啊。那還有就是城市生活跟鄉村生活會不一樣啊。那之外的話，我覺得最主要是收成，要收成之前必須要耕耘。那這個耕耘除了你的勞力跟心力之外，你還要去努力的收集很多的知識。如果對這件事沒興趣的話，千萬不要貿然進行。
係啦，家長講，唔對一件事情冇準備好，吧，唔可以先一問豆腐過，好，一路行過來遇到嗰個問題。喺節目咧最尾啦，我把段時間留俾我哋豆腐果嘅培養咯，因為豆腐果當初味道學豆腐，然後做開豆腐店，然後種豆腐即個一定人都會睇到，把嘢培養俾我哋愛睇咯。而且我每日豆腐果有乜嘅法屯嘢嘅培養講冇？啊，屯嘢加工，加工，對啊，還是要感謝你這6年來對我的照顧以及容忍啊，然後因為我知道你夠愛我，非常愛我，所以願意讓我來實現這個一輩子很希望能夠達成的夢想啊。當然其實因為豆腐嫂她其實是認同這件事情的，她也希望能夠支持我來分享這個不管是土地上或者是這個本土黃豆的味道啊，給大家給國人了解。對，她非常偉大。對。最慢咯，更加希望講下一把有乜嘅計劃冇？我目前的產量小，然後人力不足哈。我目前還是比較多在，比方說這經驗上的分享啦。當然，我最希望就是在最快的時間內，能夠穩定這個黃豆的產量，然後並且有訓練好足夠的人力，能夠回到城市來，然後跟大家分享這個台灣的黃豆做出來的豆製品的味道，啊，那不會是只聞其聲不見其豆呵呵這樣子。對，我希望趕快能夠讓大家可以更容易的來分享到台灣黃豆的美味，這樣子。其實對咁樣我哋豆腐果故事裏邊我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係個豆腐果，其實也攞件裏邊想嘅講，很容易把豆腐黃豆一件事情。對我哋台灣嘅農業可以保留下來，而家保留嘅唔單止係台灣黃豆也保種，而希望講也會後輩全部台灣嘅農業嘅產業可以完完整整嘅保留下來，俾台灣留下一啲可以創業嘅農業。今日我感謝豆腐果來現場同我分享很多豆腐嘅事情。感謝大家，又來台東，歡迎來我店方佐料。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咧線上來圓通一通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喲。今日先生要教的運動是親子律動，請俺哋的小朋友，還有俺哋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可以同俺哋放起來，同俺哋來做運動，一下來跳舞哦。準備好了冇？準備好了，請俺哋放起來做運動的喲。好，俺哋來踉步。運動之前來做一個暖身哦。好，腳變鬆，手變鬆，手變鬆了，身體變鬆。然後呢，同它搖擺哦。好，感受扭腰，扭腰，突然踉步，踏并，高潮。好，夾啲盤絲來夾啲，夾松鼠，打鼓誒，嘻嘻，嘻嘻，嘻嘻。好，
来跟條下來，分片四個2、3、4。好啦，中間，好，安尼來學動作嘅哦。等下踏冰量誒，踏冰嘅時節，腳趾頭要稍微彎曲。踏冰，腳趾頭稍微有一點彎彎。慢點，可以嗎？輕鬆哦。加上打數哦，準備打，1、2、3，打出去，打出去，夾過來，1、2、3，1、2、3，打出去。打4擺哦，1、2、3、4，打強。記得咯，用個腳要鼓下去哦，鼓下去。好，好唔好嘛？好，而家上面轉星星。用嘅腳趾頭，用線呢，用嘅腳趾頭。加夾咯，1。很爽哦。好，好唔好哈？而家數用嘅兩隻腳一片，學企鵝行路哦，企鵝行路。1、2、3、打側，扶下來，打側來。夾過來。企鵝行路，轉一圈，轉圈咯。好，再一擺。企鵝行路，轉一圈。好，勾腳了，勾腳。旁邊。好，企鵝的數。好，腳試下，1、2、3、4，腳試1、2、3、4啊，1、2、3、4。啊，安尼動作好唔好冇？不簡單哦。好，去，安尼等下重跳喲。好，來踏冰，踏冰，打開，腳趾頭彎哦。好，抬腳，抬膝，腳趾頭扭身呢，腳趾頭好，加油哦！企鵝行路，企鵝的數。
好，起我转一开。高脚哦，吊脚，跳跳跳。啊，休息。好，我数用个一片，好，另外一只数 hold 住。好，我们来拉我们的手臂。好，手用个上面，另外一只手用个。好的，打起。好，往前。ไม่กันได้ยับยังไม่กินยังไงของเนี้ย另外就是这样呢ของนี้那边舒展那边ของให้เจาะแล้ว边แล้ว面向后勾练平衡好了弯片用它手拿住你的脚慢慢地下来准备1、2、3、4打拳再100เลย打拳擊記得你腳去板哦板蹲哦出來開始抓星星尿神咧都同你腳出腳好哦腳nhà có好聽哦會加鬆咧單跳好轉拳吊腳吊腳吊腳跳跳跳再100踏並了很鬆了喲尿神咧太細了可是流汗了喲加油哦起我行路起我繞一圈吊腳吊腳吊腳跳跳跳注意哦吊腳吊好安尼起我來行過來好好安尼下來學起我行路今日通常你好壞嗎好壞哈好好運動安尼下次拿來了